大家好，我係 Kiki， 今集係同大家嚟到坦洲呢個位置嚟睇翻一個人氣大盤嘅就係我而家身處於嘅中澳春城啦。咁喺帶大家睇樓之前必須要同大家講下中澳春城嘅交通真係非常之靚仔因為畢竟交通地段對於大家買樓嚟講佢肯定唔係第一就係第二重要嘅考慮因素嚟㗎，所以一定要同大家講翻佢喺呢度究竟有幾咁方便咁首先佢依家就係講緊佢有佢自己嘅一個香港巴士啦，佢可以直接去到好似太子啦、荃灣啦、等等嘅呢啲位置嘅，而且佢嘅班次嘅話係早、中、午、晚都有得出發。如果係業主嘅話單程都係90蚊，來回都係180蚊啫喎，所以你話覺得係咪非常之抵玩呢一個車程？另外仲有嘅話喺翻呢度佢係有佢自己嘅奇關巴士嘅，呢個發車嘅班次就更加密，15分鐘一班你就可以直接去到珠海拱北嘅位置，跟住一步腳你攬就可以過到澳門噶啦，所以喺呢度你係可以完全做到中珠港澳4個城市完全係無縫銜接都可以噶咁再加埋喺翻呢度啦，佢依家目前嘅一個價錢賣得真係非常之抵玩你要知道之前最高嘅時候呢度講緊賣到15600噶，但係依家帶大家睇嘅呢一批特價單位單價都只不過係1萬蚊出頭嘅啫，意思就係話直插5-6千蚊淨係呢度都已經慳翻幾十萬啦而且再者目前亦仲有非常之多嘅一啲優惠政策好似契稅補貼、舊屋補貼同埋呢一個家電大禮包嘅一個置換補貼，跟住仲有一個兩地牌辦理減免10萬蚊嘅一個補貼，呢一堆減翻落嚟之後，哇！呢個優惠真係非常之舐脷，非常之和味再加埋依家可以做到一個低首付嘅政策啦，各方面計翻落嚟呢條數真係非常之好計，性價比係非常之高嘅，所以就迫不及待帶大家嚟睇翻呢個中澳春城目前賣緊嘅單位，即刻帶你哋去睇。重磅福利來襲！揾我哋成功買樓即送價值68888嘅28件套全屋家私大禮包，再附贈驗收樓服務。立即報名睇樓團，實地考察你嘅心水樓盤，當日往返2日1夜 ，VIP 私人定制專屬行程，3條路線任你揀，全港專車包接送。立即撥打屏幕上方嘅電話聯繫我哋啦！咁上去睇呢個實體樓之前咁必須要帶大家過嚟欣賞下佢成個園林先。畢竟喺翻中澳春城呢個位置佢係足足打造咗一個10萬平方嘅新加坡東南亞風情園林擺咗喺度噶咁佢嘅設施方面亦都係非常之齊全嘅，好似1300平方嘅游泳池啦，同埋一個好巨型嘅非常之靚、非常之大嘅一個親子樂園啦，好似2公里嘅彩虹跑道啦。咁當然少唔到就係一啲羽毛球場籃球場、網球場等等呢啲所有嘅設施喺呢度都係一應俱全嘅。咁再者最緊要係乜嘢喺翻呢度佢整體嘅一個建築亦都係採用咗呢種低密度嘅建築去做翻出嚟嘅。咁所以整體嘅一個舒適度係非常之高嘅咁你可以諗下啦，你居住喺上邊，得閒食完飯落到樓喺呢度散下步，都可以俾到你公園一般嘅感覺。所以你覺得呢種生活係咪非常之寫意呢？OK， 咁我哋欣賞完佢嘅園林啦，我哋依家就直接上到去嘅實體樓個位置，睇下依家賣緊嘅單位啱唔啱你心水。OK， 依家上到嚟呢個實體樓嘅位置啦，咁帶大家嚟率先睇嘅呢一個單位啦。佢嘅露台呢個位置可以做到嗰個落地玻璃啱好透過呢個落地玻璃你就可以望翻出去，俯瞰得到啱先帶大家去睇到嘅呢一個園林啦。畢竟喺翻中澳春城呢度園林都係佢景觀嘅一大賣點嚟再者呢一個露台係非常之大嘅。我依家企緊嘅就係佢呢一個趟門嘅位置啦。咁從我依家企住呢個位置嚟到落地玻璃呢個位置講緊有接近3米嘅一個闊度有好多呢啲細房講緊都係呢一個闊度嘅啫。所以成個露台送咗一半嘅面積之餘你仲可以做翻一個玻璃書房咁樣嘅，擺埋張麻雀台嚟砌翻幾圈都完全唔成問題咁呢個係104平方可以做到大3房嘅一個舒適戶型嚟㗎，而且大家亦都可以見得到成個餐客廳嘅開間呢個距離係非常之闊落㗎。咁喺同等嘅市面上100平方左右嘅戶型嚟計啦，佢呢度嘅開間可以做到3.8米左右嘅呢一個距離係非常之稀缺、好罕有、好特別嘅呢一個空間感嚟㗎。而家過到嚟呢邊嘅話餐廳位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啦，非常之闊落，擺咗個6人餐台之餘隔離就算做埋餐邊櫃、做埋酒櫃咁整體嘅呢個過渡位都係完全足夠嘅過翻嚟呢邊就係一個入門口嘅位置啦，呢度亦都係一個玄關位嚟嘅。呢度係
廚房嘅話咧，佢係做咗個開放式嘅廚房喺度嘅。咁到時交樓嘅話咧，呢邊就會係做翻呢個獨立式嘅廚房喺度嘅。咁當然，如果大家係想要呢個空間感更加強烈嘅話咧，係不妨可以參考下示範單位嘅呢種做法嚇，將呢個咧唔係承重像廚房個位置咧，幫咗佢做咗呢個開放式嘅。OK， 嗱咁啊，廚房呢個位置咧，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咯。佢呢個長度、整體個進深亦都係非常之足夠嘅。皆因嘅話咧，其實佢喺呢一個位置咧，佢係會有一個生活露台喺翻呢度嘅。咁如果大家咧覺得呢個生活露台係有咁嘅需求嘅情況下，亦都可以打通埋佢，好似而家咁樣做咗一個一體式嘅廚房咧，擺翻喺度呢個位置嘅。OK， 咁我轉翻過嚟呢度咧，就係有3間房嘅距離啦嚇，3間房嘅一個位置啦。咁首先咧講翻嚟睇呢個第一個客房啦，咁當然亦都可以做翻咧，大家依家見得到嘅一個休閒嘅區域嚇，書房啊或者係茶室啊咁樣都得嘅。畢竟呢度足夠大嘅，你做翻一個普通嘅客房嘅話咧，好似一個衣櫃、床頭櫃、米半甚至米8嘅大床喺呢度咧，都係通通係擺得落嘅。咁對面嘅話就係呢一個客廁嘅地方啦，客廁咧亦都係會做到一個乾濕分離嘅一啲硬裝嘅膠流標準啦，去俾到大家嘅。嗱呢邊就係第2個客房啦，呢個咧雖然就係會細翻啲，咁但係大家都見得到啦。你話一啲需求嘅硬裝上面咧係擺放喺入邊嘅話咧，空間都係完全足夠嘅。最後嚟到呢個咧就係一個主人房嘅位置啦。嗱主人房嘅話咧，當然佢做咗有套間嘅呢一個設計噶啦。咁啊套廁嘅話咧，亦都係有足夠嘅呢個位置啦，去做咗呢個乾濕分離，甚至做埋個浴缸咧都係完全 OK 噶嚇。嗱呢棟米8大床3邊落床都得嘅，咁啊飄窗位咧係全送嘅，咁亦都係非常之人性化貼心咁樣咧，將呢個飄窗位咧係全部剝咗嘅，咁啊等大家咧可以有一個更加好嘅利用性啦，擺翻喺呢度噶。咁其實講真啦，中澳集團嘅話咧，其實佢喺中珠兩地咧都已經係有23載嘅呢一個深度嘅佈局噶啦，所以咧其實咁多年嚟咧，佢已經係有獲得超過2萬以上嘅一個業主嘅認可，佢有一個值得信賴嘅口碑擺咗喺度嘅。咁所以點解佢一直以嚟咧，佢咁多個小區都可以成為咧當地嘅一個人氣大城咧，係一定有佢嘅理由喺度噶嚇。嗱，好似一個咁樣嘅單位咧，佢最低嘅單價咧都係1萬蚊出頭就可以得到噶啦，而且嘅話咧，仲有機會可以做得到呢個低首期嘅，所以你會唔會覺得相當之吸引？因為畢竟咧一個咁樣嘅精裝單位嘅話咧，之前最高價嘅時候講緊賣到15000幾，接近16000噶嚇，依家基本上係直降5000蚊一平方，所以其實係慳咗非常之多嘅錢啦嚇。OK， 咁我依家帶大家咧去睇翻另外一個大啲嘅戶型，一個4房嘅單位。OK， 嗱。睇嘅呢個大單位嘅話咧，佢係118平方嘅，而且咧佢係做咗南北通透嘅戶型嚟嘅。嗱，先過嚟呢個餐廳位置呢邊睇下先啦嚇。嗱，餐廳位呢度嘅話咧，佢係做咗一個非常之大嘅呢個餐邊櫃啦。咁啊呢度咧亦都係擺咗個6人餐台喺呢邊嘅。嗱，呢度咧係佢嘅生活露台嚟嘅。咁啊啱好生活露台呢個位置嘅話咧，亦都係可以欣賞得到呢個河景㗎嚇。嗱，咁啊過翻嚟呢邊嘅咧，亦都係一個獨立嘅廚房啦。OK， 嗱過翻嚟呢度咧就係一個客廳啦，呢個咧118平方嘅呢個戶型嘅話咧，佢成個客廳咧開間足足做咗4米啊，所以你過到嚟咧呢一個視覺效果啊，整體個空間感會非常之強烈咧，好犀利啊嚇！再加埋咧呢邊亦都有個超大嘅露台，嗱呢個露台咧基本上同啱先見得到嘅嗰個露台咧係差唔多闊度嘅，但係咧呢個長度咧係要更加之多嘅，計埋佢贈送嘅面積咧喺呢度咧接近送咗6個平方啊嚇，咁所以呢度咧講緊都送咗幾萬蚊俾你使㗎，佢非常之大啊！再加埋咧，其實你喺翻呢個中澳嘅呢個戶型入邊咧，佢係呢隻純板式嘅建築嚟㗎，即係基本上佢可以做到呢戶朝南兼南北通透嘅，喺採光同埋通風咧呢方面都係做得非常之唔錯㗎。OK， 嗱過翻嚟呢邊咧就係一個休息嘅區域啦。首先呢個咧就係一個客廁嘅地方啦，跟住咧過翻去嘅話咧就係會有翻呢一個4間房嘅位置嘅。嗱呢個就係一個客房啦。過翻嚟呢邊咧亦都係可以做翻個書房啊、兒童房咁樣嘅。咁啊最後咧過翻嚟呢邊嘅話咧，佢示範單位咧就係將2間房打通咗為一個主人嘅套間喺呢度嘅。咁首先呢度咧佢會有第3間房，咁但係咧佢會係打造咗一個衣帽間嘅，而且咧亦都係採用咗啦呢個90度嘅一個轉彎飄窗位啦，所以大家係可以感受得到啦採光同埋呢個視野景觀啦，各方面都係做得非常之唔錯㗎嚇。咁我講埋呢度最後咧就係一個主人嘅套間啦，當然咧係帶有套廁嘅一個設計啦。咁咧
其實你住喺中澳呢度咧，除咗啱先同大家講到啦，無論你係要過澳門啦、拱北啦，定要喺香港啦，佢有翻佢自己嘅一個直達巴士係做到咁方便之外啦，佢喺翻呢度咧自己出行去到周邊嘅一啲商業配套咧，亦都係非常之近嘅嚇。即係好似咧，你要去翻呢一個華發商都啦，或者係優越城咧都好近。你喺呢度過翻去珠海嘅華發商都咁講緊都係10分鐘嘅一個車程嘅啫。至於呢個優越城嘅話咧，就更加之近啦。喺度揸車過去講緊就係2分鐘係可以去到嘅一個直線嘅一個路段嚟嘅，即係講緊揸個車佢2分鐘已經去到啦。咁所以大家咧喺呢邊咧，你話一個真正係做到一個出則繁華入則寧靜嘅一個小區嚟嘅。咁你喺呢邊咧，無論係自住嚟計啦，咁啊度假養老啊、生活各方面啦，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畢竟點解會成為一個人氣大城，一定有佢嘅道理喺度㗎嚇。咁啊，同樣好似呢個單位嘅話咧，佢最低嘅單價都係1萬蚊出頭嘅啫，冇錯，都係1萬蚊出頭嘅啫。基本上咧，亦都可以做到一個低首期嘅政策咧，去俾翻大家嘅。咁同時嘅話咧，我啱先同大家講到嘅呢一個舊屋嘅補貼啦，跟住仲有一個兩地牌嘅一個減免補貼啦，跟住仲有啲供樓補貼啦，係啦，噼里啪啦呢一紮咧計翻落嚟咧，整體嘅優惠真係非常之多啊嚇！再加埋你揾我買樓嘅話咧，我會送翻俾你全屋嘅家私電器啦。咁佢係全屋28件套一個大禮包嚟嘅，係價值68000嘅，所以千祈唔係走雞啦嚇。好啦，嗱咁啊，今集嘅呢個珠澳春城咧就介紹到呢度啦。咁當然目前在售嘅戶型咧，肯定就唔止得呢2個嘅，仲有其他啲戶型嘅。如果有興趣了解翻期間更加多嘅資料嘅話咧，係歡迎撥打屏幕上方嘅電話問我攞翻更加多嘅呢啲資訊啦。OK，如果想睇樓嘅，快啲 call 我啦喎！我哋下期再見，拜拜。